各位觀眾，多謝大家控到咁埋，坐到咁直嚟聽我講古，都算俾面啦。今日要講嘅人物就係天地會嘅總舵主陳近南。有所謂平生不見陳近南，就變稱英雄也枉然。佢身高8尺，腰圍又係8尺。哇，咁咪即係四方？四方咪四方咯，唔信啊？一樣米養百樣人，八角形都有啊！講你聽啊！佢武功嘅名堂就為之9天10地菩薩搖頭怕怕霹靂金剛雷電掌，一掌打出，方圓100里之內，無論人畜蝦蟹虱乸都要化為飛灰嘅。唉，不過呢個人行蹤無定，飄忽無蹤。但係我喺機緣巧合之下，就曾經見佢半面噃，轟轟聲咁走去斬雞頭燒王子，結拜為兄弟。收聲！啊，你個死仔掛住喺度講古，搞到一個二個都唔叫雞啊！係大家自願聽我講古而唔願叫雞啫，況且叫雞危害健康，好事嚟啊！仲話好事？你家姐都係雞咋，冇人叫佢係食屎啊！食屎有益身心喎，留翻俾你啦。你叫我食屎，我搞掂你！